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时阵咱新闻报道临时临要发生状况，害人料想袂到，当事者紧张甲面拢摇起，就是面忧面感，唔知要安怎才好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绕，读日绕绕第五条，某人读做聊。台语字典解说讲，绕就是物件表面无平，球球无直的形，形容咱人的皮肤或者是物体表面无平，有纹痕，咱讲是绕痕。咱人无可能永远袂老，食老面就会绕，会绕面绕绕。另外有绕纹的面皮，咱讲是绕皮，也佫有face仔顶面小油小寡必顺的纹路，古早讲是绕边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绕痕，头前讲到会当形容咱人的皮肤或者是物体表面无平有纹痕。第二个词读做绕皮皮，这是形容物件足绕的形，某人讲是绕皮皮，或者是绕便便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即马新年头、旧年尾，有人找新的头路。人咧讲3分人7分钟，面试都要注意家己的清彩。衫千万唔通绕皮皮，裤嘛唔通有绕痕，安尼看起来更较有精神。第一印象才袂互人感觉无男无女，顺利录取的几率自然就会较悬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绕，另外一个音读做聊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